过来消息来看，桃园的建案是真济，嫌放假弄的时间，互民众真怨叹。桃园市政府公告建筑物施工中管制要点哦，平常日限制早起8点才当开始动工，嘛强制休困日中昼12点到2点，到下晡6点以后，未当使用施工的噪音，违法上最当罚9万块。大楼一站一站往电管起，桃园最近几年都市计划中卫开发案件多，基地开挖、拍地基、甲车辆出入拢会产生噪音。过去法规明定早起7点才会当施工，也毋过定有建商赶工逃走，早起6点就进场，各部分评价是赶工吵人困眠，互居民真不满。一定会啊，因为至少来讲的话，不会说像我们如果要休息啊或干嘛的时候，可以好好的睡个觉吧。我觉得中午不要吵到人家是比较好啦，因为中午老人家这边都是老人家要睡觉，中午睡觉。针对建案施工噪音惹民怨，桃园限速时段配合环保局噪音管制时段，修订建筑物施工中管制要点，调整下当施工的时间，已经公告上路。建商若违反规定施工，会以建筑法甲噪音管制法规罚款上限9万。平日限制于早上8点前跟晚上10点后，及假日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及下午6点以后，均不得有施工噪音的产生。针对新政策，居民普遍拢讲真好，认为假日会当好好的困。也毋过平时时间久长到暗时10点，反而影响幼童甲长辈休困。建商是认为，平时暗时8点过了后，时间一定会加变远。假日时间逢切做2个时段，不离灌浆，还是其他需要连续作业的工程进行，需要时间调整适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